發生咩事？我好似咩都冇做過噃。阿紅，做乜搞到間屋咁樣？寫大字報咁。本紅姐姐，阿紅，鎮定啲，唔好驚，我哋一齊先了解事情。最近你有冇咩事情做過？我醒起上星期發生嘅事情。話說狐狸先生好熱誠咁介紹工作俾我，仲叫我提供身份證俾佢。我諗狐狸先生係利用咗你身份證明嚟登記購買或貸款。咁點算？日後要謹記，向提交身份之前，你都可以要求對方蓋印識別。我而家知道啦。如果網上上傳，更加可以喺上傳之前做啲嘢。你睇，如果上傳之前做返啲保護，啟用咗水印功能，壞人就冇咁容易利用你嘅個人資料亂咁用啦。我哋準備證件，我哋打開應用，開啟相機，拍攝證件。我哋可以自由裁切啱嘅大細。如果係一般用途，以預設複印水印，我哋可以填入指定公司，例如乜乜公司咁，指定咁記錄咗證件用途嘅水印。呢個應用完全免費，方便大家使用。清楚明白。要保護個人身份，就要保持警覺。要保護個人身份，就要保持警覺。想了解應用內容，請留意說明內容。